这次是要比全中运啊，然后周瑜老师叫我把那个对手打回来，把他打输这样。自己有希望，可是稍微太紧张会输掉。代表三峡苏正哲选手。 下巴收好，全把它打好，盯住。下巴要收好，注意看我这边，好不好？盯这边。上楼。第一回合开始。对。看好，看好，手拿高。脚踩稳。对对对。往前呐。 对对，往前往前。山阴地区很多原住民嘛，那些学生就都不上课，然后也蛮常去一些知识的闹事啊那种的。我觉得就是家庭环境的问题。据我看过的是，爸妈一大早白天就在那边喝酒。 然后小孩子也不去上课，也不去管，对，小孩子可能一大早，上课他们就在他们那个国宅那边到处乱晃，滑手机、聊天，这样子，所以就是从国小的时候就状况就这样。你看他国中、高中突然改变，我觉得没有人 push， 没有人带，是困难，是蛮困难的。所以我们就那时候主任就帮忙之下，然后我们就是分成篮球、拳击，把这些原住民学生至少我们有看到，抓着我们每天都看得到，然后就把他们找过来，或者是谁的就是同队员，拳击队里面谁的弟弟、谁的妹妹什么，就一起把他招进来，一起大家互捧一起来练拳。然后那时候刚好校长也很支持，然后慢慢的培养他们。 可能1周1次1-2个小时的时间，刚好三峡国中要增设体育班，就把拳击这项目纳到体育班里面，然后慢慢的就开始三峡国中就有拳击队。他现在队上很多题，选手对，苏正哲他本身坦白说是比较脑袋比较钝一点，没有那么的聪明啊，就是拱地，台语叫拱地的，他就是你交代他一个战术，他就会重复的执行。什么动作你跟他讲，他都很敢去尝试。对那凤鸣国中的选手，他的优势就是他的臂展。苏正哲他自己也知道，他只要跟他保持距离的话，他就没有优势。所以他其实我们一开始下达的战术就是让他一直往前攻击，因为臂展长，相对优势是长嘛。 那如果是近身的话，相对对大头的优势就会比较大。听教练的指令啊，教练会在台下喊啊，基本那些动作，出拳那些。不爱上课又不爱考试，每次都考从1年级到6年级都考不及格。上课会觉得无聊啊，不知道要干嘛啊，也不能跟隔壁的同学聊天啊，但是聊天要。 等老师在写黑板的时候才能聊天啊。如果我没有练体育，如果我在普通班啊，也是可能就跟在学校的坏朋友就玩在一起，然后就可能就不会回来了吧，就不会回家了。奕成本身是能力协调都很好，在我们队上应该目前来说是最好的哦。但是他就是对自己比较没信心啊，可能因为从小就被苏正哲欺负，所以导致他我觉得比较有自卑感。就是上台前，我们就会鼓励他说：“你上台就像在玩一样，把这场比赛。” 把你在平常在练的动作全部把它发挥出来，好好的享受这一场比赛去玩就对了。
在紧张哦。比你高，那个不管他，你比的人，你跟你打的人都管他高不高，高的人就是往前打，知道吗？然后矮的人就是控距离，把下巴收好。一定是就觉得很好笑。原本就是对方也是新手，然后我在红脚嘛，然后我以为他上台嘛，然后我没有，他后面又等很久才上台，然后他又再下去，我以为他们要打，然后结果他只是忘了带什么东西，只是去拿，然后后面我就开始有点小紧张。教练叫我用平常心打，然后就是打，然后就抓个机会，这个再出拳就可以就赢了。要会想，就是下一个动作做什么，就是敌人会出什么拳，然后会想，然后最重要的应该就是体力跟意志力，对，然后还有不要怕，不要怕就对了，不要怕，怕了就输了。等一下，有比全中运的全部人去量体重，然后你如果没过的话，你就继续动到你下来达标为止。今天的所有人体重是1.2以内，刚好要维持好哦。礼拜5要1公斤内哦。好。哎呦，不错哦，很好，保持。明天要多少？好，80加。明天一样达标哦。青春期发育的这些小孩子身上，他们你要他不能喝饮料，不能吃零食，我觉得是可能饮食都要控制，我觉得是有相对难度。他要等于是剥夺他喜欢的东西，我觉得会比较辛苦一点。那他们就要忍受，就是因为加入这个以后，他们就要去忍受。以他们这种现在这个年纪来说，还蛮厉害的，对。8对吗？8，晋升8就来了，你就来了，我就问你，对，然后晋升，可以做，他直接转的，如果要晋升可以的话，直接转，对，看好，看上面哦，对。选手，下巴收好，想把把盯住，下巴要收好，注意看我这边，好不好？听这边，上喽。第一回合开始。对，看好，手拿高。对，重心，脚踩稳，对，往前呐，对，做好，对位的，对。深呼吸，起来，深呼吸。哎，前面打那么好，你在那边，然后打到你就不行，你自己都不坚持，就是很痛啊。打到都不坚持，我真的会扁你，我真的会扁你。出来，哎，我都坚持。再痛你要忍住啊！为什么会放掉嘞？你还自己跟我说不要，你是不是太夸张了？那上了，然后跟我说我要拼，然后就拼到现在，
一被打到你就倒，这样好看吗？全部人都在看你。苏正哲他这一次就是自己又放弃掉他自己。明明我觉得两个人都是有得拼的，然后结果他就自我放弃，根本没有到连一回合都打不完。对啊，我觉得就是自己心态很严重问题，到时候回去要针对心态问题做调整。因为上次去年的总统杯也是冠亚军对他，至少还撑完一回合。累，哭了。我洗完澡碰到水，他就帮我拿茶单，然后赶。Ready, go! 3、8、9、10。哎，不要整个脚下去，小不要整个下去。老师，你要认真看表吗？你有认真看表吗？觉得运动员要培育他们，就是说要让他们坚持在这条路。我不怕跌倒的小孩子，我只怕你站不起来。在这人生中，不是只为了输赢，就只为了那个回忆。你回去想说，只是第1名、第2名、第3名，但是你有想过，你回去最甜的竟然是辛苦的过程。但是我只把你们你好不好？我现在带的东西都是堆叠嘛，第一个是脚嘛，脚去走动，这是最基本的。再来身体看到会去闪 ，OK， 再来是左右嘛 ，OK。再来我不要单颗，你可以给他 1、2、5、5，OK， 你看他就做出来了 ，OK。1、2、1、2也可以，1、2、1、2，OK， 去多一点正常人的圈路。有时候会很累啊，还是累了还是要拼下去啊，不要放弃。别的教练带，然后又可以跟别的学校的选手练习，然后也可以认识很多同学这样。这次全中运结束之后，然后自己的一些就是心得，你有反省的地方？全中运比完了，我觉得我4强那一场输掉，就是不应该要站起来，然后结果是站不起来，因为脚突然顿一下就站不起来，然后裁判就说停了，就是觉得很可惜。我原本觉得我可以第1回合我就觉得我打赢他了，然后就我到后面是被他打到乱掉，因为他一直冲啊，我就乱掉，后面站不起，后面是想要站起来站不起来，输了就是要自己把动作调整好，然后再把体能那些练好这样。我在练习，因为我会要求的是基本功，再来就是进入协调，甚至连贯的动作。那如果以这40几个小朋友来讲，只有我自己的小朋友可能比较能达到我要的东西，因为他跟了我2、3年。那针对苏正哲来讲，再讲回来的话，我觉得我讲的他马上可以做得出我要的协调的东西，甚至就是连贯性的东西，他做得很好，所以我很欣赏他。只是他如果心理素质上面，我觉得他可以再自己要再调整一下。他是可以，他的比赛我是有看啊，但是第1回合我觉得如果他打完有机会是赢的啊，但是我觉得他没有扛住那个压力，因为他可能才国2，对方国3，那个压力也是需要去磨练的。那他被有卡到，但是我觉得没那么严重，但是他就自己放掉了。可惜那一场如果他不要一直跟他换拳的话，就是打1颗再走，或是他进来对，然后他换另外一边再走的话，我觉得他有机会赢。我也不许多讲什么，就是他自己去想。运动选手也是一定要能吃苦，就是有一句话说，苦是成功的必经之路。对，
一定要很努力，才会成为一个很好很棒的选手，然后的态度要比别人都好。我跟他啦，就是台下是朋友，然后台上是敌人，因为台上没有在分你是朋友还是谁，就是要去争取胜负。平常他就很活泼啊，就比较开朗，然后就是那个开心果。我觉得他这次全中运有敢打出来，就跟我互换一些。冲刺，对，移动，对，移动啊，不要怕。上架上试试看，做看看。对，很好。就害怕，所以练习都被他打，他很强，然后就是上场就是算了，就随便打就放弃了。很好啊，没事。来，请坐。很好，最后一回了，享受这比赛哈。最后一回了，很好，你就是这样，你就放松。你其实有打，你只要肯，林晨，你只要敢出拳，你都会打到他。老师说你要敢打，才会有机会赢。然后就试试看好了，就打，然后会痛，可是不会到很痛，就是吃得下那个拳。对，所以会打到，或者是被击中到，可以还击几颗。对，然后就这次的经验，还有一些地方要加强，然后下次全中运再拿冠军回来。哎，走。哎。给大家动作哦，不要太久，9分钟。你来地训练比较很快乐。完了。老师，问下一个动作。还有这个头碰到膝盖，这一定要的啊。头要碰到膝盖。对啊。头要碰到膝盖，还没碰到。这是你的目标。快到了。哎，不能弯。快！哎，吐气往下。哎，吐气再往下，还没有碰到膝盖。快点！掉下你的眼泪啊！快点，你的膝盖快离碰到的头了，快点，就断掉了啦！快不能了，快不能了！时间到。哦。快点，还有10秒。我找到奇迹了！奇迹发生了！26 kN， 大概是2600公斤左右。哦，有几个你很安全吗？有几个你？3下。哎，不用算了，没关系，很安全的。不止啦。30个我啦。30个，你最好。我90啊。你90啊？93。那一定很够吧？对不对？好。微笑经理，微笑。哦。1、2、3，对，阿脚就上去。手要撑着，不可以抱头。撑，用力，拉上来，你的脚不可以跨过去哦，站起来。那你过来。你快点。没有，我要上去，还有3格。我一直撑不过去，一直觉得我过不了，可是就是跟我同组的苏正哲，就是一直把我拉上去，然后还有那个下面的学长也一直把我就是鼓励上去，我就终于撑到第3格。不要肯定自己做不到，其实自己是做得到的，只要你撑过，那就是你的。加油！手不要抱，手不要抱，撑。开始翻灯。然后就把长长收绳。对，抓里面绳的。对，很高。
这样去就是爬上去的时候站在上面会有点恐惧感。可是如果慢慢适应后，慢慢了解怎么走，或者在跟比赛场上一样怎么破解他对手的破绽那些，就会比较轻松，比较不会那么紧张。不用拉绳子，不要拉绳子，3个才翻步而已。走上来的时候，其实我已经哭了，因为我真的很害怕，就是因为很紧张。虽然就是它的高度应该没有大怒神那么高，但是就是因为一个是坐的，一个是站的，然后脚很陡，就觉得很害怕。然后就也很谢谢学弟，就是林依晨就扶着我，然后往前走，然后就是看到他那种很善良的一面。我走绳子 ，OK。我没有办法往前，你往前，直接往前啊，不用怕。身体，好，可以抓了。专注力啊，然后突破自己的心啊，不要怕。遇到高的或强的，就是跟他打，不要怕。看你可以跟他换，跟他互打还是互换呢？看谁会赢啊，盯下去跟他打。既然是潜力国手，其实他们的企图心一定是有的，但是我觉得需要再 push 一下。而且我觉得拳击这个运动可能是个人的感觉，因为在擂台上就是自己跟对手，可是其实在训练的背后，他需要很多的教练啊、伙伴的支持，才有办法让他在这个国手培训的路上走得比较长久。所以我们今天的挑战活动有包含比较是团队的部分，因为他们其实肌肉量都非常发达。但是我们会在课程当中有加了一些思考啦、策略啦、拟定计划啦，让这件事情也可以让他们的训练可以不只是肌肉，不只是爆发力，而是说我如何运用我的智慧，用我的脑袋去打这个拳。完成了！还有1分钟哎，你们好快哦！再来，往恩多一点。我不知道，我就轻轻打几下，他又开始流了。不是流鼻血的问题，你不要弄扒的，我刚才你看到你弄扒的，你的手要这样直的，你护骨要用这样，对，不要用这样。因为我护骨有时候都会变成这样子。你就改这样啊，然后阿伯就压，然后挡，上去。为什么就只有你会一直到这边？因为你都一直往边绳那边靠啊。擂台是四方形的，你要保持在正中间。这么没力，那你去那边干嘛？你是模拟2回而已，你这么没力，肚痛，你怎么肚痛？刚才明天要比赛啊！那你手要拿好，不是一直手掉，你手掉你就被人家反击。坚持，你这一次就输在你没坚持，你现在还是一样。你要国3了，你准备要成绩要出来了，那结果你又不坚持，遇到那个一直随便乱冲的，你就被人家打，你又不坚持就输了。坚持，我再提醒一次哦，到时候你会跟这次试赛，你会装民宿或者跟谁？啊，还有瑞芳那一个，他们技术没有你好，但是他们就是敢打，
你如果不坚持，你被他抽到乱，你就输了。你一个浅培，然后就输了一个每天都没有名的这样子，很难看。去省钱培，你很优秀原住民，他又不坚持，那你就说优丑秀，不杀烂条。看你看到。没事，差不多，这一回差不多，第3回决定哦，我刚刚已经讲了，决定心态的问题哦。你刚刚被国秒是因为你一直退，你可以先攻击再抓反击。换你，立成，坚持对，再来，闪回去攻击。立成。对，好漂亮！再来，换你，再来，10秒，对。多一点，假动作攻击，手不要掉，后脚嘞，后脚不用跟哦，动作小一点，对，安稳，对，小才好。动，快速3拳，动作小一点，动作都这么大，动，快速，好不好？对，再来。第1名三峡苏正哲，第2名跟吕庆峰。重金属。我觉得2个今天打的都不错，只是一些小细节还是要不够稳定，中间还是会有一些乱流。我希望也是在让他们从拳场上学到其实对输赢是无所畏惧，而不是觉得输赢啊我有努力过就好了，输赢无所谓。我觉得这是他们要去学习的东西。有你